子，走。母后，哪有一个孩子不希望同他母亲在一起？小时候，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是听娘爱娘的，长大之后就不得而知了。如今哀家是闲云野鹤，一老妪，只能陪陪宝贝孙儿。皇上不让哀家弄权为乐，莫非还不让哀家含饴弄孙吗？母后，来，母后，看到子眼，便让哀家想起皇上小的时候，对哀家多孝顺。母后，德妃，你身怀皇嗣，闲得有空的时候，就到上元宫来陪陪哀家。臣妾谢母后恩典。母后，我想你了。母后。表姐，你若是放不下子眼，我可以陪你去上元宫看他，或许我还能劝劝姨母。不用了，福香。就是去了，到最后也是我只身回来一宫。姨母抢走子眼，是想要威胁我。威胁？威胁什么？福香，你到如今还是未想明白吗？太后为何要从我身边夺走子眼，又为何要让有孕的德妃和云妃常往上元宫去？在她心中，又何曾放弃过皇权？可太后会对皇上做什么呢？莫非御花园的一切，皆是太后一手策划的？不要再说了，本宫不晓得，只是觉得这一切皆是不好的预兆。怎会如此？谁这么残忍，这般辣手摧花？是母亲因我不跟他走，便生气了，因此要拿走这宫中的一切吗？一切都如这花田，都枯萎了。你的剑伤好些了吗？瑞王妃将本王的一切都照顾得很好。那就好。你的宝石呢？不见了。或许是我娘拿回去，不再让她继续守护我了。你能告诉我，这些花真的是季美人所为吗？我不晓得，不如你来告诉我吧。当一个女人不爱一个人，比如说你到了东林寺，你会将桃花林给毁了吗？你定要令人不快，你才满意是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哼，你看这朵花，经过了如此大的劫难，还死不了，跟你倒相似。
殿下，瑞王妃和凌嬷嬷来了。我还要赶去来伊宫，向皇后禀报花卉之事，就不扰瑞王了。直送你。太医署让瑞王妃来看看这些花是否死于人为，老奴特意陪同。真是没想到，除了医术，你还懂花。有些时候，花草比人更有情。太后刚刚烧掉瑞王府，今日宫里花圃里的花与池塘里的鱼就都死了。这可不是我为报仇所为。太后接连出手，看来是为了她失去的权利所做的垂死挣扎。嬷嬷，你以为是否可能是我娘回来亲手毁掉这一切的？不会的，季美人比谁都爱这个皇宫，她不会做这样的事。此事皇上如何想？除了命令彻查，三哥也未说什么。是让你彻查吗？是王僧辩。看来皇上对你有所怀疑了。三哥他不会的。在这权力易转的当口，有太多的说不好了。太后对皇上上下毒手，那皇上对你下手又有何奇怪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包括那位聂昭仪，你同杜太医大婚之后，他也随时可能由爱转恨。许多事情要待发生之后，才能真正看清楚一个人。嬷嬷，他不会的。我想要帮三哥，我能感觉到太后似乎又要对三哥不利了。殿下，千万莫要再去得罪太后了。我的命是三哥救的，我定要保护他。可是我真的不明白，权力真的如此重要吗？太后竟为了权力可以牺牲掉自己儿子。皇上并非太后的亲生儿子，是以太后才会下此毒手。此事千万莫要让他人知晓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姐姐当年是王太后的宫女，此事只有我与她知情。可有一日，她突患危急而死，我心里清楚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唯有装作不知情，方可在这宫中苟活。可我担心不告诉你，一旦出了事，这个秘密就石沉大海了。是以，你千万不要因你娘的身份而感到自卑。若当年先帝立季美人为后，那你便是太子了。不要再说了，嬷嬷，不要再说了。这番话，我就当从未听过。哎，
怎么了，德帅？屋顶有黄金吗？瑞王妃回来以后便上了屋檐，似殿下平时一般坐着。怎么了？瑞王妃在屋顶上采药啊？我在看某人常看的天空，想着看他的一切。你永远也看不懂的。我晓得。你为何还不离开？因为你未曾离开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个……我管不着你，但是我管得着我自己。你为何如此执着？杜若，你不要伤心。你业已嫁给了他，你就要耐心一点，一直等。总有一天，他会忘记无双，爱上你。本王迟早会离开的，不值得。无双惊扰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哎，无双，原来是你呀！无双听林公公说，皇上的御书房已枯坐了2个时辰，也该歇歇了。这奏折看久了会伤目。皇上自打从江南回朝后，一直心事重重，不知无双可否为皇上分忧？你们都退下吧。诺，都退下。朕这几日一直在想，若季美人出现在兰宫之中，对付朕的母后，那朕到底是帮母后对付她，还是为她平冤呢？皇上多虑了。若季美人真的想对付太后，早在先王驾崩、瑞王年幼之时便可回宫，何必在水晶关中等这么多年？朕也这么想的。以朕对武帝的了解，他是绝对不会背叛朕的。诚然，有些事不说，不一定等同于背叛。瑞王是可以用生命去守护皇上的。如此说来，此次宫中花草雕拜仪式跟季美人全无干系。但此事是太后还政于朕之后发生的，必定事出有因。无双，那你对母后放还军权之事如何看待？在无双看来，太后还政只是眼前的势力，她要的是皇上雄心勃勃，掌权后找到至尊宝藏，统一南北。此时，离国早已虎视眈眈，届时群雄夺宝，相互厮杀，便是太后收网之时了。无双果然聪慧。那宫中花草雕拜仪式，也跟太后无关？太后要的是皇上打回来的盛世，绝非一片焦土。此等做派，不似是太后所为。不过，无双有个想法，不知当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无双觉着此事乃人为所致，无非是想在皇上掌权后，离间皇上、太后，
以及瑞王之间的信任。那你觉着谁会做此等小人之事？无双猜不到。看来无双跟高烟还是有一点情分。皇上莫要乱猜，毕竟德妃如今怀有皇嗣，她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孩子考虑，恐怕是另有其人。这偌大的后宫之中，嫔妃众多，唯有无双能够与朕心意相通。朕有预感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宫中的危险会越来越多。倘若有一日朕出了事，你一定要答应朕，马上离宫。朕的龙影会保护你的。无双不会走，无双不会丢下皇上一个人离开大兰。皇上忘记你曾说过的话了吗？你说过，要一统南北，要给天下人幸福。无双要看着皇上实现诺言。无双，皇上，你是无双的恩人，是瑞王信任的三哥，是大兰百姓爱戴的人君。你并不孤独，有那么多人等着你的庇佑。你不但要守护无双，守护大兰，更要守护天下。为何天地间只有你一个无双？瑞王妃平常跟聂昭仪连话都不说，今日如何来请教女工了？最聪明的办法，便是与你感情上的对手做朋友。如此，他还好意思抢你的男人吗？哼，女人的心思好难揣摩，还好杨芷无福消受。不可太粗心，每一针的距离皆需一样方可。你看，需这样。哎呦，这个好难呐，这比把脉学医还难。这既是我娘从小教我的。我娘没机会教我这些。你再试试。你为何要将缝好的揭拆了？我希望每一针均是你缝的，与我无关。可以休息一会儿吗？夏兰、杨芷，哦，去备些茶点来。诺。你可晓得，今日你能来找我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是吗？那你可想过我的来意吗？我不想猜，唯一不想问。因为是你教我的，瑞王才可能多看一眼。对了，昭仪，我想问你，那日那些衣裳只是挂在院中晾晒，为何你能将它们都画下来？无双自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那我前日跟凌嬷嬷在御花园遇到聂昭仪时，我穿的是何颜色的衣裳？
蓝色？错，是灰色。昭仪不是过目不忘，只是对瑞王的事格外上心罢了。瑞王妃，别误会，我跟瑞王只有义，没有情。是情是义，不是你我能掌控的。就如皇上跟瑞王之间的关系，我想，唯有上天才能掌控。瑞王妃言下何意？我以为聂昭仪是皇上跟瑞王之间的一根刺，亦是一座桥。近些日子，宫中或许会风云色变。昭仪是皇上最宠幸的人，不论瑞王出了什么事，我希望聂昭仪能救他。瑞王妃放心，就算你今日不来翠华轩，我亦会尽全力保住皇上跟瑞王之间的情谊。我还有一护身符欲赠与聂昭仪。是何护身符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我曾想告知瑞王，但他生性过于急躁，我恐他误了大事。此事关乎兰黎两国的邦交。是与德妃有关吗？我曾给德妃娘娘把脉，她的身孕是在入兰宫之前便已怀上了的。此事皇上知晓吗？我不敢妄断，但思前想后，此事不能置之不理。聂昭仪如此聪慧，应比我更明白。云妃姐姐能来关雎宫与妹妹坐坐，妹妹可真是高兴。德妃妹妹刚刚怀上皇嗣，这风吹日晒的事，自然是由我来代劳了。彩音，今日离国送了许多桂枣过来，听闻雅美人一向善于厨艺，待同子坚还有彩音一同往御厨去，给大家做些红枣糕，云妃姐姐最爱吃的。去吧，无妨，我与德妃聊天。诺。本宫闲来舞文弄墨，宫中皆言姐姐字体秀丽，特意请教。德妃妹妹客气了。啊，姐姐，上次替本宫抄译经书，还有一半尚未完成。我想起来了。奴婢为二位娘娘摆好砚台。这不是我抄的，当然不是，这只是本宫让彩音胡乱抄写的。实因真正的云妃根本从来未为本宫抄写过什么经书。玉嫔，你瞒不了本宫的，因为你装不出云妃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。打从你找借口说因思念王妹，将雅美人一般置明福宫时，本宫便更加确定，死了的那个玉嫔，原来是云妃了。本宫不晓得你在说些什么。要本宫将皇上与皇后都请来吗？等等，你这个妖怪究竟意欲何为？为何我想尽办法都摆脱不了你？因为你
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对我们还有用吗？我宁可死。你舍得吗？你怀的可是皇嗣，万一是个儿子，他随时能如子衍一样成为太子，如此你的一生可就改变了。你究竟是不想，还是不敢想？你的事，聂无双也是知晓的，你为何不惧怕他出卖你，反而对本宫百般防范？聂昭仪是不会害我的。倘若你是云妃的话，一定是和我们同一战线的，因为他比谁都讨厌聂无双。若是你意欲代替云妃的身份，就必须与我们同一阵垒，对付聂昭仪。如若我拒绝呢？你毫无选择的余地，不然就只有这个下场。宫里的花田是你们毁的。罪臣薛明义叩见太后娘娘。平身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哎呀，这半夜三更的，太后娘娘让罪臣伪装成这副模样，所谓何事啊？啊？薛明义，在哀家面前，你就不要再装了。你心里明白，你是拿什么保住你的脑袋的？说，哀家当年生的皇子在何处？唉，我是担心呐，倘若我死了，你说，埋藏我肚子里10几年的秘密，这世上可就再也无人知晓了。薛明义，你不要以为哀家不敢杀你。哎呦，太后息怒！哎呀，我是真心为太后感到不值啊！你说这么多年了，太后对先帝那是忠心耿耿、任劳任怨，可先帝对太后却是处处提防，故而才下了那道密旨，令罪臣将太后所生龙凤胎中的男婴抱走啊！好你个薛明义，你居然将这个秘密藏到今日，方才告知哀家。罪臣受先帝之托，万死不辞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于这朝中，若是没有一张能保命的底牌，恐怕也难得善终啊。那你打算何时将这个秘密告诉哀家？我的皇儿究竟在何处？哈，太后想知晓那孩子的下落，这容易。只要太后将罪臣官复原职，将我薛家的荣华富贵的儒术还回来，即刻便知。
一时打算逼着哀家把皇上给灭了。哎呦，太后言重了，罪臣可从未如此讲过。众人皆知，我薛家如今已经倒台了，党羽尽失，还都以为朝中的朝权更替也已结束了，皇上可以稳坐那把龙椅了。哼，殊不知福兮祸兮，谁料到最后还未可知。待罪臣风光走出那平南府的那一刻，便是太后娘娘与亲生骨肉团聚之时啊！你是在跟哀家讲条件吗？如今太后心里盘算着什么，罪臣是心知肚明。其实这一切才都刚刚开始，不是吗？哦，碧儿来了。孩儿见过父亲，父亲受委屈了。哎，起来吧，这不算什么。孩儿在驸马府中锦衣玉食，父亲却在这里受苦。哼，老夫我纵横天下数十载，为大兰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，又扶植过多少人才。那朝中的大臣哪个不敬佩我薛明义？哼！如今皇上将我囚禁于此，他将来又如何去面对先帝？碧儿，爹告知你一件事：如今太后与皇上之间的权力之争一触即发，你两头都要好生应对。大局未定，成败得失。一切皆有转机呀！好的，爹，孩儿明白了。对了，孩儿方才接到母亲家书，信中说此去胶州山高路远，因旅途劳顿，家人纷纷身染恶疾，所幸无人有性命之忧，请爹放心，孩儿也已安排妥了。我又如何能放得下心呢？爹这辈子只恐再难见到家人了，幸好还有你这长子在身边陪伴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这是糕点与茶叶，还有一些酒。孩儿不放心这里的饮食，会经常给父亲送些吃食过来的。碧儿啊，虽然咱们薛家目前遭受了不幸，可通过这件事，你爹我看出你长大了，成熟了。故而爹有一个使命，今日欲托付于你。这可是令我薛氏一族起死回生、反败为胜的惊天秘密呀！是何秘密啊？一个令太后不得不留住老夫性命的秘密。你先别打听，你记好了。日后咱们薛家无论发生了任何变故，你皆不必多管。你爹我只让你好好的去修建咱们薛家的祖庙。父亲，咱们薛家已破落至此，怎还关心祖庙的修建？你懂什么呀？自从你大婚之后，你爹我就以修建祖庙为由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把那个清远和尚掌控于手掌之中。他不是那个被太后杖责的小和尚吗？你替我盯好了他。他可助爹东山再起，到时候替你除掉妙明虎，
为咱们薛家雪耻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你不能进，娱乐公主不在府中。公主在时，我不能回府；公主不在时，我还不能回府。要多派些人来将我赶出去吗？奴婢不敢。滚！奴。云乐，你真的如此厌弃我，宁可一辈子孤枕独眠吗？他？将军，那不是薛统领吗？他扔了何物？是云乐公主的盒子。将军，这盒子里面是何物？公主，驸马来了。秋子，请驸马出去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不急。哼，我等公主回府，只是想问她，她写了这么多遍的，她是喜欢我的，与她是不喜欢我的，那个她，是我薛弼吗？薛弼，你究竟将它藏到何处去？丢了，在一个你永远都找不到的地方。薛弼，薛弼，公主，薛弼，小心，站住！公主，我替公主追吧。薛弼，薛弼，我求你，你把那木匣还给我吧，我求你了。大婚后，你还是第一次这样握着你夫君的手。放开，放开！给我！不行！给我！不行！不行！你经常将它握在手中。还给我！这玉佩衣是他送你的吧？还给我！是你们俩的定情信物吧？你还给我！休想！我要让这玉佩跟那木匣一同陪葬。不！不！公主，你的那个他终被本驸马给引出来了。妙明湖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薛弼，你此举是男子汉所为吗？你还恶人先告状！你引诱公主，当我这驸马是傻子吗？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云乐公主，以你不配。我配不配？云乐亦是我的妻子，与你何干？还给公主。妙明湖，自你出现，薛家的一切就都毁了。我今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若再让我看到你伤害云乐公主，哪怕是一根汗毛，我妙明湖绝不会放过你。时间，我们走。还我！启禀皇上，临江郡、南昌郡的稻田一夜之间俱毁。京城附近的江陵县的花圃与农作物也已大批遭殃，乱民宣称这是天谴之光，人心惶惶。是短短这2日发生的吗？是逐一发生，还是同一时间发生？回皇上，此乃各地逐一发生的。王丞相，不如另派人手到这几处民居中查看，看情况是否一致。回殿下，民居所种的花草树木未有丝毫的损伤。朕以为这应该是人为所致，此举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动摇民心，进而要分化朝中派系。臣弟一直在想，行事者深谋远虑，跟早前以难民将病疫带入兰国手法相近，是爱用邪门手法之人所为。那武帝心目中可有怀疑对象了？3日前，臣弟已派德顺追踪此人。启禀皇上，瑞王府的德顺求见。快传。诺。传德顺。德顺参见皇上与瑞王殿下。起来说话。谢皇上。情况如何？情况是这样的：2日前，那人以奔丧为名离开关居宫，小的无能，追踪至临江郡，便不见此人的踪影。果然是他。谁呀？回皇上，是早前被发现掌有铁臂关居宫随驾侍女焦桐。皇上，此事可以召德妃娘娘前来探问呐。哎，先莫打草惊蛇，毕竟德妃如今已怀有身孕。再者，这个焦桐无论有多怪异，朕都相信朕的武帝亦有能力应付他。儿子，赶紧，快点割！南昌那边的庄稼呀，一夜之间全毁了。好嘞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本王早就猜到，这种旁门左道的伎俩，定是你这妖物所为。瑞王和我来自同一母星，若我是妖物，那瑞王也是了。你回我大兰多地稻田，还我一命，算便宜你了。天令神识不在你身，难道已回到圣女身上？此事与你无关，在宫中，本王不便揭发你。今日就让你就地正法，受死吧！那边发光的是何物啊？快跑呀！大家快跑！别跑！给我万物，就让你尝尝被毁灭的滋味！
终于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我警告你，往后你休想再踏入我蓝宫半步。若你残害我天地间生灵，本王绝不饶你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哎呀，皇上，无妨，只是擦伤掌心而已。皇上是担心瑞王吗？皇上，是否让微臣派人援助瑞王？不用，朕对瑞王有信心。快传太医来呀！不用，朕想要自己走走，你们退下吧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为何会同以往一模一样？怎么会同以往一样呢？我们的血液里有超凡的能量，现在我转化给你后，你将会拥有同你五弟一样的超凡能力，变得更加强大。凤凰星就是因为强大和权力争斗，才使我们的国土变成暗无天光的废土。皇上所看到的鸟语花香，皆是我们曾经拥有的，就是因为贪婪，摧毁了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幸福。我希望天类神石能吸收这里的正能量，把生机带回我们的星球，让我们的子民也能感受到这世间的美好。那五弟，他是否亦要离开？他同你一样，也是我们那里的君王。所有的臣民都对他有所期待，我们善良的子民都在等他。可是如今在这皇宫当中，唯有五弟待朕犹如亲人。季美人，朕知晓你恨朕的父王，是以你要将这些美好的东西全部带回去。非但不会，我期望皇上能够将这一切的美好都保护至千秋万载。明日太阳出生之时，命处子之身的女子以内池之水灌溉花圃，一切将会回到最初。望皇上保重。季美人，朕愿意付出一切，将五弟与你留下。生离总胜过死别，皇上要一统大业，应学会放下。愿皇上珍重。皇后娘娘，20个未成年的宫女已在御园中等候日出。皇上与瑞王还在御书房，还有王僧辩与妙将军等几位大臣。如若今日百花真的重新盛放，皇上的新政便可重见曙光了。传本宫口谕，6宫所有的嫔妃皆要加入灌溉的队伍，有孕的德妃与云妃不必。奴婢遵命。将瑞王妃也请来吧。诺。
皇上万安。起来吧，你们继续。皇上瑞王洪福，御花园的百花再度开放，更胜从前。恭喜皇上！坊间传闻不攻自破，五弟，这又是你的功劳。皇后，为何众爱妃皆在此处？臣妾与众姐妹本想为皇上略尽绵力，奈何除了聂昭仪与瑞王妃，其他人浇灌下去都未见生机。明日太阳出生之时，命处子之身的女子，以内池之水灌溉花圃，一切将会回到最初。皇上，是臣妾又做错何事了吗？本王有话对你讲。无双无话对你讲。奴婢先退下了。不用，你就陪在我身边吧。陪伴你的可以不是夏兰，而是我吗？我娘祝伞阁令百花重生，也许这便代表你我之间的重生。请瑞王自重，人言可畏。你骗不了我的。我娘说，只有处子之身的女子灌溉才有效。她就是想要告诉我，你从未弑过君，我们之间还可以从头开始。那瑞王妃，我跟都惹成亲，因为我想要留下来保护你，我想要远远地看着你。不要再讲了。我觉着季美人让瑞王知晓这件事情，无非就是想考验瑞王跟皇上之间的手足之情。如若瑞王任性，会毁了你跟皇上的情谊。如此不堪一击，你必定会成为太后打击皇上的工具。还有，我不会再接受任何人的爱，因为我的爱会伤害到身边的人。就如我们苗家100多条人命一样。尚无焦桐回宫的消息吗？回娘娘，焦桐借口奔丧回家，一直没音讯。以焦桐对本宫的忠心，应该不会一走了之。许是出了事。但今早御园的花真的又在重生，聂昭仪还带领着浇花，风头一时无两。若然皇上住嘴！还嫌本宫不够烦的吗？去给本宫热茶。诺。你与你父亲一样，都爱折磨本宫，令本宫不好过。娘娘，离国使臣远道而来，送来不少安胎物品。哼，皇兄得知本宫怀有皇嗣，定觉这一切皆落地生根，尘埃落定。使臣正等娘娘回话。离国这次的使臣是替故相国办事的孟金。
快快有请。诺。孟金参见公主殿下。不必多礼。皇兄派孟大人来兰国有何要事？皇上得知公主身怀龙胎，大喜过望，特命微臣带着贺礼来贺。皇兄有心了，替我转告皇兄，嫣儿多谢皇兄的关心。本宫身处兰宫，与离国远隔千里，十分思乡。啊，孟大人，朝中可知本宫喜讯？朝中上下均为娘娘高兴。若本宫未记错的话，孟大人曾是顾相国的下属，不知顾相国闻此喜讯有何反应？微臣正是受皇上之命而来，特地将顾相国的消息带给公主。孟大人请讲。回公主殿下，顾相国留下书函挂印辞官，也已失踪10日了。什么？皇上龙颜震怒，担心顾相国会南下大兰，望公主以北离国体为重，切莫一时意气冲动行事。皇上即将下旨将顾青红悬赏通缉。你们下去吧。公主保重。娘娘莫要胡思乱想，兴许顾相国南下兰国，为的便是择机与娘娘重聚。不会的，在顾相国心底，最放不下的，绝不会是本宫。若想知晓他现在何处，只要盯住聂无双的动静。1日之内，宫中百花重生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奴婢还听闻，瑞王在江陵县击败了一个长着铁臂的怪人，会否是那焦桐？德妃定寝食难安。还有，姐姐和瑞王妃一样都是……不要再说了。从未弑君，并非什么光彩之事，这些话也会伤到瑞王妃。奴婢该死，夏兰只是期望姐姐能够幸福。我晓得。我都晓得，或许爱上我，就已是一种不幸。哎，哪来的鸽子啊？15月圆夜，了断在东林。哥，你终于来了。芊芊，找大哥有何事？你看，15月圆夜，了断在东林。听闻10日前，顾青红挂印辞官，高阳大怒。这是他的笔记，我想，他或许是欲在东林寺了断同我们妙家的一切。算他还是个人，只要他并非离国的相国。妙家同他的恩怨便不会影响两国的邦交。芊芊，15之前，你有法子到东林寺吗？我想过了，我与云妃颇有些交情，她怀有皇嗣，我可借陪她祈福之名，前赴东林。好，15之前，我会设法赶到东林寺，了断跟他的血海深仇。什么？
妙将军想要云乐公主去东林寺祈福。是，15日之前定要到达东林寺，将军会想方法潜入护送队。此次有要事需在东林寺解决。妙将军说，唯有云乐公主能够相助于他。放心，请回妙将军，秋子定会将话带给公主。太好了，大兰又再现生机，皇上的新政不会再被谣言动摇。听闻瑞王已揭开焦桐那怪人的真面目，且将他逐出了兰宫。娘娘，你不用再受他威胁了。真的吗？我们去翠华轩，去告知聂昭仪，我们不用再惧怕德妃了。云妃娘娘这么急着去向聂昭仪报喜，是肯定本宫真的已然输了吗？你想怎样？若活着的是真正的云妃，她定会对本宫相随到底。春香，皇上几日未到上元宫给哀家请安了？自御花园百花重放后，皇上一直忙于国事，便无暇来上元宫。那云乐呢？还在怪哀家冤枉妙明湖带他私奔吗？太后若是想见皇上与云乐公主的话，小的到龙吟殿给林公公透个风。不必了，云乐是哀家的公主，哀家自然了解她的个性。她不论怎的埋怨哀家，她都是孝顺的。至于皇上，哀家倒是该适应一下他不在身边的日子。那个薛明义，如今情况如何？回太后话，薛明义被软禁在平南王府后，就是看一些兵书，除了定期见一见驸马爷，其他人谁也不见。这个老狐狸，这是在跟哀家斗耐性啊！孩儿向父亲请安。听闻前阵子你为了云乐公主，与妙明湖在御园打起来了。父亲如何晓得的？为父虽说被囚禁在家中，但你在宫中干的那些蠢事，多多少少都会传到我的耳中。你是要干大事的人，就不能好好的读读兵书？父亲息怒，孩儿自当反省。罢了。如今太后与皇上之间的关系如何啊？宫中百花重生后，皇上威望再立，已有好几日未往上元宫请安了。至于为太后建的慈安园，也开始动工了。碧儿，你还记得爹曾跟你提起过的那个清远和尚吗？记得。父亲说，他是我们薛家的护身符。可是孩儿看那唤作清远的和尚，呆呆傻傻的。你想个办法，切莫让任何人知晓，将这个小和尚给我藏起来，让他远离东林寺。记住，休要伤到他一根毫毛。这是为何？爹让你去做，你就去做。至于为什么，到时候爹自会告诉你。爹只想知道，你能否做到。父亲放心，只是一个无缚鸡之力的小和尚，此事太轻而易举了。去吧。今日大家倒是准时，是有事要向本宫说吗？启禀皇后娘娘，臣妾自打怀了皇嗣，夜里老是做梦，心神不宁。臣妾恳请皇后娘娘恩准，让聂昭仪与德妃陪伴臣妾去东林寺祈福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自嫁入兰宫之后，经常惹来无端的是非。听闻东林寺乃千年古刹，佛光普照，若能与云妃姐姐一同前往，一来可为皇上皇嗣祈福，二来若有聂昭仪的相伴，也正可消除
我二人不和的传闻。难得德妃识大体，百花重放乃吉祥之兆，本宫也同去，待六宫拜谢佛祖庇佑。云乐，你与驸马也一同前往吧。皇嫂，驸马有必要同行吗？今日晨间，你不是说要去东林寺祈求夫妻和睦吗？驸马比你先到来仪宫，与公主心意相通，做皇嫂的自然要上心了。武帝似有心事啊。皇兄，那焦桐已被我击倒，也确认他当真有铁臂与非人的眼睛。既然他是随德妃高嫣来我大兰，为何皇兄还不审问德妃？是因为德妃怀了皇嗣吗？你以为德妃此刻会提心吊胆地等朕召问她吗？有时候不动声色，会让人更加难受。皇兄是想等他生下皇嗣，再跟他算这笔账吗？朕还未想好。禀告皇上，云妃及德妃欲为皇嗣祈福，皇后娘娘特恩准明日前往东林寺，由聂昭仪陪行。云乐公主与驸马为求夫妻和谐，亦一同前往。挺热闹的嘛。那此次是谁当值统帅，负责护送？小的探问过，该是王世杰。王世杰是妙明湖的左右手，他应是充当烟雾，掩护妙明湖的吧？妙明湖为何要前往东林寺？几日前，北离来了使臣，承奉离王之命探望其胞妹德妃，还带来一个消息：顾青红辞官失踪已10余日了。皇上是觉着顾青红会现身于东林寺吗？朕只是猜想，或许是他约了宫中之人，亦或是宫中之人约了他，是陶情还是血恨？往往这种事，唯有让它发生了才看得明白。皇兄，不如派臣弟去探个真实吧。当局者迷，此事朕会另行派人追踪。对了，朕听闻瑞王妃在百花重放那日晚上生病了，武帝，你还是回去陪伴王妃吧。杜若她是太医，我哪帮得上什么忙？有时候，医者未必能自医呀。武帝啊，无需再为朕担忧了，朕也乏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臣弟先行告退。时辰不早了。三哥，你真的想我娶妻吗？三哥也希望能够对你泉下的母亲有个交代。难道你不想成婚生子吗？好，既然是三哥要我做的事，我定做得到。但凡被皇上宠幸过的妃子，都要有太医把脉，检查贵体，然后才禀告给皇后娘娘。朕跟杜太医有话要说。今晚皇上想去哪位娘娘宫中？朕太累了，今晚哪儿也不想去，回龙吟宫吧。诺。臣妾与众姐妹本想为皇上略尽绵力，奈何除了聂昭仪与瑞王妃，其他人浇灌下去都未见生机。明日太阳出生之时，命处子之身的女子，以内池之水灌溉花圃，一切将会回到最初。难道凤青与杜若他们也未？
的笛声有如天籁，一时贪听，误入了桃园。容在下给小姐引路。姑郎，你此生都不会做辜负我的事情，对吗？那是自然。这嫁衣好看吗？好看，真美。青红，老夫乃大司徒，你一个相国，敢在我面前放肆！刘伟成，13年前你是如何杀了我们怀内谢家？你忘了吗？你骗得我女儿一片痴情，今日却要灭我九族，你未免太狠毒了吧！臣。是我亲手毁了你的计划，只因我没想到，你真的会爱上妙芊芊。顾青红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妙家121个冤魂，会在地狱的每一层等你。皇后娘娘福高泽厚，能在15月圆之际来东林寺诚信祈福，全是托大蓝洪福。此番前来，主要是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德妃娘娘与云妃娘娘能平安诞下龙嗣。阿弥陀佛。爹，娘，那日芊芊在东林寺邂逅顾青红，便将灾祸带回了家。今夜在东林寺，大哥跟我会将这一切做个了断。不晓得他为何人所伤，落尽青丝，倒是无牵无挂，从此清净了。你这小和尚怎么走路的？竟敢冲撞公主！清远并非有意冒犯公主，公主莫怪。不碍事的。清远小师傅，许久未见了，这东林寺的签当真灵验。本公主真的嫁不到自己的意中人。公主何必执着呢？人的烦恼本是自寻。
清源小师傅，本公主问你，是否斩断青丝，便不会再有烦恼了？清源也不晓得。清远自幼便剃度皈依，因此不懂何为烦恼。青丝在，捡起烦恼。青丝去，放下烦恼。是日落前的诵经钟声响了，小僧要前往大殿了。公主还未释怀啊？秋子。我不明白妙大哥为何要我助他到东林寺，但薛碧跟来，定不怀好意。我担心他会害妙大哥，因此我们一定要寸步不离，盯住他。到底怎么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和尚给绑了？